为了让替代亚人会使发挥家己所学习的专长，内政部现在也规划各种无同的医别。其中社区用做甲长照的替代亚人，需要侵入社区帮助当地居民。位伫林德区的利康新村，这段时间伫6位替代亚人的帮助之下，除了打造社区的特色甲装置艺术等，也伫长照替代亚人的协助之下，让长辈会使更加健康的活动身体。现在因也将要伫2礼拜后退伍，对此区公所也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，感谢因这段时间的努力。在这段期间，替代役深入了我们社区，还有我们的里的每一个角落，去了解每一个地方它的特色。那今天选定我们的2空的部分呢，是因为我们的2空这边已经陆陆续续在改建了。那我们很多我们的社区居民对于我们在地自己的一个回忆的部分，他们很想要有所保留。那透过我们的社招替代役，把他们的回忆、把他们的特色留下来，那延续相关的美好。那当然，社区居民们也都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。那把我们自己在地的东西留下来，把我们儿时的记忆再重新唤起。那当然，社区的居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这些替代役们哈。那替代役造成了我们整个台南市整个的社区的部分，其实都会让我们的居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，而且非常的欢喜这些替代役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社区。为了配合马上就要启动的都市更新的计划，同时也让这些长辈会使回忆当初的生活，替代亚人也运用因的专长，打造一个过去社区的模型，会使看到社区的长辈拢伫这个模型头前讨论过去因的故事。这个模型制作上困难的部分，就是需要将过去的资料做完整的整理，才有法度做出甲过去相同的作品。模型的部分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跟2空社区这边开始有互动之后，那我们其实蛮可惜说，因为现在眷村改建后看不到，才希望说把它可以以前的样子保留下来，才会想说有把它做成实体模型的这个想法出来。做模型的部分比较困难，是我们在跟这边的长者去对空间的时候，因为现场看就知道我们很多房子都被拆掉了，然后我们要从以前的房子再把它回推到现在的话，这是非常困难的部分，就是在一些定位还有去做房屋的一些外观设计是比较困难的。虽然过去的眷村已经被拆除，但是透过替代亚人制作的模型甲各种的影像记录，会使让这段回忆继续保留落来。未来如果有到这个所在参观的民众，嘛会使做伙来熟悉当地的故事。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。